去智能展廳參觀，10個業主7個都係白去，唔係展廳唔靚啊，係呢5樣嘢你冇問清楚。你係咪試過去展廳之後覺得好正，但係翻到屋企都唔知點樣判斷呢個服務商靠唔靠譜？今日俾你5條問題，帶去任何一間展廳，答唔到你就要諗清楚係唔係先簽單。第一問，安裝係咪自己人定外判？呢個問題可以保證工程嘅進度。第二，保修幾代，維修邊個跟進？答唔清即係出問題，冇人理你。第三問，套餐定係量身訂造？係套餐即係方案係方便佢哋，唔係方便你。第四問，有冇睇真實客戶嘅屋企？樣板房靚係應該嘅，客戶屋企靚先係真。第五問，用唔慣點跟進？呢條問題10問有6個都答唔出。展廳呢，我哋係被訓練出嚟嘅感受，燈靚唔靚，效果靚唔靚，銷售嘅態度好唔好？但其實展廳係人哋嘅主場，一切都係設計過嘅。真正嘅問題係呢個服務商喺簽完你張單之後，邊個真正跟進你屋企嘅節能？你去展廳通常最緊張係邊樣？打1係價格，打2係效果，打3係售後。